若去埃及旅游，就一定爱去参观金字塔。不过最近有游客为天顶翕埃及第二大的卡夫拉金字塔，看到有流浪狗咧脚鸟啊，竟然爬去到金字塔的上顶悬。游客感觉真神奇，就甲影片传去网络，互一只狗穿起来。有游客是专工要来甲看，毋但带动观光经济，嘛互流浪狗的问题得到政府的关注。 这是埃及的金字塔群，是全世界上有名的历史景点之一。不过，详细一看，金字塔顶悬有一只狗仔咧。这影片是美国查甫人莫舍尔翕的，伊伫埃及耍飞行船时阵注意到这只狗仔，伊叫做阿波罗，是一只流浪的埃及家犬。敢若是伊的家族有8只流浪狗伫金字塔附近爬来爬去。有粉仔表示，真侪游客因为感觉神奇报名来，也有导游将阿波罗加入因为解说内底，将伊比喻做古埃及的神明阿努比斯。这神明主管死亡，常常用龙头人身的形象出现。 So we cannot stop animals be part of what something which is history around it. It becomes like a creation of the nature around, which is we're trying to like adopt to our basic environment. But dog, he haven't got no limits, so he climbs whatever it is. 这影片也显示埃及的流浪狗问题。流浪狗是埃及都市常常看到的景象，为工地走路到粪扫场拢看到因的影子。官方统计，全埃及有数千万只流浪狗，当地民众常常批评这狗仔带来安全、卫生甲噪音的问题。政府甚至定期放毒来杀狗仔。在地动保团体亲像美国开路动保救援基金会，想要为因找到适合的主人。而这影片红起了后，政府已经同意甲基金会合作，伫金字塔附近设置狗仔站，甲永久的兽医中心为流浪狗绑起来卫生，做小狗病疫苗。 I mean,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, amazing because it's a once-in-a-lifetime shot video. And I think it's wonderful because it sheds so much light upon the dogs and cats that are here. 阿波罗意外红起，无那促进当地观光经济，佮帮助埃及紧张的人口关系，佮较长好。公司新闻由培准编译。